香港碳排放問題日益嚴重，全球暖化問題加劇，人人都束手無策。但今日靠一件拿破崙蛋糕就能夠解決呢個問題，達至碳中和。接住落嚟，我會同你介紹我哋呢一件拿破崙蛋糕。我哋嘅作品《拿破崙之三電一路》，目的係全港嘅高速公路變成一件拿破崙蛋糕。全港高速公路嘅總長度約為1200公里，相當於545條青馬大橋，而我哋就會將馬路設計到好似拿破崙蛋糕咁，分為3層。第一層為正電發電，通過車胎同馬路嘅摩擦力與夾層中嘅鋁片、布料同 PVC 膠片嘅接觸，達至正電發電。第二層為壓力發電，通過車輛嘅重量同壓力板及發電機嘅接觸，觸發電磁感應發電，產生能量。而我哋嘅設計圓形則以壓力反應模擬，通過壓力板變形，產生極化反應發電。第三層為水力發電，馬路表層設有細窿供雨水流入水箱儲存，通過收集到一定數量嘅雨水後釋出，並推動水力發電機轉動，達至發電。而喺2016年起，香港早已推行海綿城市嘅概念，能有效地疏導及回用雨水。香港地處熱帶風暴嘅常規路徑，係亞太區內降雨量最高嘅城市之一，每年平均降雨量高達2400毫米。因此，通過我哋嘅作品，就能夠更有效地利用雨水作水力發電。而相關設計喺外國已經證明喺技術上係可行嘅。雖然正電發電同壓力發電所產生嘅電量較微，但水力方面仍然可以產生可觀嘅電力。最終收集而來嘅電力就可以降低因人類供電而產生嘅碳排放，達到碳中和。結合呢啲再生能源，則可以為交通燈、智能交通系統、高速公路照明系統等供電。多謝大家。